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当中吼，爱大家来到台东了吼，大家知道台东其实有当多好搞好料的，唔单止有东西好食，还有东江的风景。以外啊，今日爱同大家来小姐嘛个喏，爱同大家来小姐也台东鹿野嘅茶哦。细细格格来分享，今日嘅节目地都邀请多位来宾来分享也做茶庄嘅调羹样吼，王一秀分享，玉小姐分享。大家好，我係黃玉秀，真歡喜來。分享玉小姐啊，接下來韓國係同嘅鄉下吼，啲嘅經營茶農也嘅來嘅分享王建偉分享。大家好，我是王建偉，很高興來這邊分享我們台東的紅烏龍茶。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分享哦。其實大家都同好去台東了，尤其係一下疫情又較好誒，故所大家可能就會想講，要開始旅遊啊，唔該去那一片。亞一包嘅係唔係？其實啲台東有一個青蔥油誒，當年都會辦呢一個青老年嘅活動。熱氣球係嘛？對，要不同大家分享一下熱氣球嘛個時節啊，這個熱氣球嘉年華對不對？對，就是每年的暑假7、8月期間，那這時候就是剛好大家都放假了，對，一起來共襄盛舉。對，然後其實中馬街一開始同大家來講呀，熱氣球嘉年華就係因為啊，也都唔單唱副卡有做茶，其實啦咩有呀民宿，對不對？對。所以這個民宿的特色是同茶莊來做結合嗎？對，就是有點像是來茶農家過一晚的感覺。啊，好酷哦！那所以應該要趕快訂了，對不對？因為那個旅遊旺季，其實那個揀房東南廳不太好訂。對。對，古早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係講有規劃啊，而去台東了解法，也係做啲準備來聽飯店，或也係講聽下條民宿吼，同大家來分享。古早啊，今日亦邀請到建偉韓國哥哥媽媽來到節目當中，當然唔單請同大家來分享民宿，還要同大家來分享呀茶嘅部分。其實呀，玉小姐，你係乜個時節？因為像我哋台東當道嘅客家人都係對東片沙細過去嘅，因為像我愛講，我的嫁公咩係對苗栗細到台東嘅關山嘅片。那玉小姐咩係牽細過去嘅嘛？我阿公老阿媽吼，日本時代民國17年就搬去個位置嘅，搬到台東嘅鹿野。鹿野嘅客家人多係。還是北沙較多，南片較少。因為像外地嘅關山嘅片，可能就較多客家人。嗰片上，有一半客家人。一半客家人，鹿野可能較少，唔過還係有。咁就西藏。西藏好精準哦，西藏嘅客家人。嗰時候嗰陣時，人家嘅阿公阿媽就牽曬到嘅片，嗰陣時就開始種茶誒。冇就。日本時代過去有較苦都日本人推退去國民政府過來，我哋鹿野地區就本來都有規劃一個風茶地區，日本時代就有嘅。日本時代嗰陣時，等於講有啲台灣種茶，就一直流傳下來嘅。到70年卡左右，嗰個茶葉改良廠就咁會設一個分廠。就等於講台灣嘅農業開始有較多有較進步嘅，故所就有一個改良廠。一開始日本人較接受奉茶嘛，嘅台灣人也較民國70年代嘅時節。70年個攏是個烏龍茶。對，因為嗰陣時台灣的烏龍茶挺有名嘅，可能當到外國人都會想來台灣食下烏龍茶。它還有變化冇？有啊，就台東嘅海拔較冇咁高，比唔到山前嘅高山茶。咪個阿里山高山茶。一切都冬茶咯，春茶，還有人會去買。一直到民國差唔多94年左右吼，改良廠都像安尼，冇做嘢改變吼，嚟我茶葉會
因萧条，都伊研发个款的凤舞龙。凤舞龙也就会清醒呢，就较从也你现场看到的吼，就研究他们都2年人这样发表，发表呀凤舞龙就是成果发展发表会啊。按用谈起来呀，凤舞龙就 heavy 啊。推动量身绿芽，很特别是绿芽量身打造的，对不对？因为像人哋可能冇用嘅素材，可能就有其适合种嘛个品种嘅茶，所以像种人哋新竹啊，也讲苗栗啊，可能就会种一些东方美人茶、蓬风茶一样的。所以在台东路，也就是最代表的就是按用嘅凤舞龙嘛。对。原来是这样，鼓手天师给条件观众朋友给我们长知识，因为其实大家对于红乌龙这个名词还有一点点陌生。对，Kevin 周的同泰搞来分享一下红乌龙它的特色大概是什么吗？红乌龙的特色，它主要就是就是要在传统的乌龙茶跟红茶的这个特色之间取出它的精华。那我们的红乌龙的话，最主要就是包含它前段口风味的那个红茶的茶香，跟乌龙茶的喉韵。所以它要有头前要有种凤茶的感觉，对，不过后边要有乌龙茶的口感，是所以它是2种的结合，对。它是属于一个重发酵茶的技术。重发酵茶，因为就 ND 就是像红茶就是重发酵茶。全发酵。全发酵，那全发酵跟重发酵还有一点差别。还有点差别。那乌龙茶的发酵程度是在？就比较再轻一点。对。好，那我理解了。红茶的发酵是很完全，然后乌龙茶的发酵在这个位置，红乌龙在这中间。介于中间。对。好，了解。因为茶这个其实。东引 house 的茶不过真要了解茶没有这么简单。对，而且红乌龙其实没一类品种，它是一种做法，对不对？对，一个制茶技术。制茶技术。对，也算是说一个发酵的技术。对，那只是说它在跟红茶的最大的差别是在于烘焙的程度。某配都按层。就是像红茶可能是烘焙的很完全，一般的红茶大概就是干燥完，对，就差不多可以包装分装贩售了。那红乌龙？那红乌龙的话，它的烘焙程度又比传统乌龙茶再重一点。对，它一般传统乌龙茶我们就是喝它的清香口感跟香气还有活性，那红乌龙茶的话，除了喝这上述的特色之外，它还要喝它焙火过的这个。转换后的那个有点带一点焦糖香。我有一些按用糖给米稀就超但是呢，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很复杂，观众朋友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同大家分享，就会给我们一个复习片里点吧，就会要本大家来搞清楚，市面上其实有懂的。跟红跟乌龙有关系的茶，因为现在手摇饮其实很多，尤其嘿都市的时候才会有非常多间的手摇饮，然后这些手摇饮都有某共用嘅商品的名称。这些商品的名字，他看可能就面不清楚，生了呀黑马该查。我们今天就难得有抢到 Kevin 来到节目当中，好，同大家来分享，就像是我们平常在这些一般手摇杯店里面看到的一些名字，红乌龙茶，它给不念音色嘞，红乌龙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即将要跟大家分享的茶，以及。乌龙红茶，这红乌龙茶跟乌龙红茶其实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再跟下面的红水乌龙，没黑某共用哎。对。Kevin 同大家讲一下，到底不一样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分别？好，那刚好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光叶底，所谓的叶底就是泡完之后的这个茶渣，对，然后茶汤跟茶干，对，其实仔细看来的话，其实色差上面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形状、样貌，可能它的制成都可以从那个你刚刚说这个泡完的茶叶都得看得出来，对，有一些某共用，不一样。那我们以发酵程度来讲的话，我们刚讲的就是红水乌龙，它就是属于比较部分发酵的茶。就是有点接近在一般我们的乌龙茶的发酵程度，
对，那但是跟现今的乌龙茶发酵程度会再重一点点，因为现在的高山茶发酵程度都比较轻。对，那早期的这个红水乌龙的话会再重一点点。那红乌龙的话，它呢就是属于重发酵的茶。重发酵。对，那乌龙红茶它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用乌龙茶种做红茶。乌龙茶种可以用乌龙茶种的那个树种，然后做成红茶，对，全发酵红茶。应该说它是红茶，对，它就是红茶。只是它用乌龙的叶子，对，来做红茶。对。好，原来是这样。但是我还有印象，我好像还有听过一个叫红玉乌龙。对，红玉也是红玉乌龙，是跟他们都不一样吗？对，又某 Q 哟，又不一样。对，红玉的话，它是不是，它是大叶种。那它是属于台茶第18号。它比较适合就是在鱼池那边发展起，鱼池乡发展起来，它是做全发酵红茶为主。但近年来，因为他们已经发展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会想用其他的制茶技术去创造它的一个创新。对，那目前我们就是有喝过的，像是红玉做成的白茶，或者是用乌龙茶的发酵程度去做的乌龙茶。对它，但是它会冠上它的品种名，就是红玉乌龙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古时候你看，一开始光是红、红色同乌龙要3到10號，睇下就咩都咩唔清楚咧。古時候今日就會好好來同大家來小嘅台東鹿野嘅紅烏龍，上來係馬介茶。先休息一下，等下進到節目當中再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歡迎大家要進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也7、8月咧啊，就係也台東也熱氣球嘉年華，古時分享大家做得去台東來行行聊聊，尤其出家多嘅吼。唔但止安尼，今日要同大家來分享下台東鹿野嘅茶，韓國嘅茶，頭擺。印象當中有談過，啊，唔過唔係當熟食，加到嘅特色很多紅烏龍茶，紅烏龍，我們剛剛說嘅一大堆啊，紅水烏龍、紅玉烏龍、烏龍紅茶，反正全部都有。嗰時候基本上我有想到 Kenvi 韓國媽媽這個玉秀姐來同大家來分享下鹿野嘅特色茶紅烏龍。面頭前有2杯，這2杯一樣都是紅烏龍茶。不過做嘛該要分2杯呢？這是2杯某 Q 用嘅紅烏龍茶嗎？是。跟大家來介紹一下，為什麼會有這種還要明明都是紅烏龍茶，還會分2杯，還要分不一樣的做法？那我們先介紹一下，就是大概形容一下它的風味。好。那風味的話，我們待會會有一個是台茶20的迎香，跟20是這一個，它叫做迎香，是它的樹種嗎？對，它的茶種，它的茶種名稱這樣子。叫迎香，哪一個迎？歡迎的迎。歡迎的迎。香水的香。香水香哦，好好聽哦。對，迎香。要這種蘇味做嘅紅烏龍茶。對。那另外一個是台茶12的金萱。台茶12。這兩個號碼，台茶20跟台茶12，對，印象當中不是這麼常聽到哎。對，那但是金萱的話，它的編號12號就也是表示說它在比較早就已經育種出來了。哦，這是照順序來的。對對對。數字越小就表示它越早被育種。對。哦，所以那一邊的是金萱，也叫做台茶12號。是。但是它做成紅烏龍亞種嘅做法。對。哦。那我們就是用紅烏龍的製茶技術去重發酵它，然後再去重烘焙。那就會變成是說可以利用不同的茶種來製作紅烏龍茶，就會有它自己的一個特殊的香氣跟滋味。那我先形容一下金萱茶種的話，金萱是這一杯，對，它會帶有一點點的小白花的那種花香感，清香的感覺，清香感，對，因為如果說比較準確描述一種花的名稱的話，可能不見得大家會知道那個香味。可是我們就是把它想象那個小白花比較清新的感覺，比較甜香。那它前面會有紅茶的香氣進來，對，但是你會感受到它的一點點那種
清新洋香的感觉。对。那后面会经过重烘焙之后，保留乌龙茶的喉韵口感，又比较不容易那么苦涩。我有感受到甜甜，就是有感觉有回，它不是那种像是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比较偏黄色跟红色，对。但是头白爱英雄董族会回甘的茶都是比较偏绿色的茶，然后它那个回甘的感觉跟爱亚白色豆回甘的感觉是不一样。我觉得它不算回甘，对，它是甜香。对，这就是也是经过那个高温重烘焙过之后的一个梅纳反应啊，梅纳反应就跟甜香感。反正所有配勾的东西，就是有一点介于有一点快要出口来，都会有一种甜香的那种焦糖的香气。对，哦，那它的那种青涩感也会降低很多。完全我没有喝出来，我觉得超顺的。对，就很顺口，而且它会就是说除了前面这2个红茶的香味跟乌龙茶的这个层次感喉韵之外，就是再多添加一个香甜的感受这样子。那这个香甜的感受是完全因为它的树种吗？主要是我们给予它的养分，就是下施肥，然后再来就是发酵过程，还有最后的烘焙去决定它那个香甜的滋味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20号的话，因为它的茶树种的关系，当然它也是包含红茶的香气跟乌龙茶的喉韵之外，不一样。对，它的木质调的感觉会比较明显。我觉得台茶金萱那一支是少女感，对，这一支是大叔感，比较稳重一点点，对，比较沉稳稳重一点点。这真的是你刚刚说的花香调跟木质调的差别，怎么会这样？因为 Q 用都黑红乌龙啊，但是密西完全没 Q 用。那这个最大的差异当然是要因为它们品种不同的，它的那个品种特色去造就它自己独树一格的那个香气跟滋味。漳州的公我可能是大叔控，我觉得好好喝哦，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并不是说我说它有大叔的粗犷感就不好喝，我觉得它很好喝哎。那就会变成说，很多人在早期没有这么的细分的状态之下，大家就对红乌龙就会只觉得好喝不好喝，可是他忽略了不同品种做出来的红乌龙，它会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地方。我以为原本的是以前老豆讲可能差别会很小，因为都是品种的品种、品种的做法，我就想说会不会喝起来差别很小？不过一说过后完全不一样，真的喝得出来。因为我们真正对茶都有了解的人，对，让玉秀姐喺每周同大家分享一下，你跟人行实体2种茶过后，给家到嘅想法，家到嘅心得是什么？一下社会上吼，还无按分都按有啦，就大部分都想我父母量，我唔识个父母量，含自个名当中啦。摸索，跟一开始会先本去讲，可能会先通哪一种比较入门款的？就泡本去啉，基本去家吃。工人的口感啦，有人爱香，较香的，有人爱较脆的，对，该蜜桃都无香用，嘛该款的人拢有啦。我等下来介绍讲，也有嘛个品种做的，你有家己也品种的香无？不过我抽2种茶都伊个相同的特色。都香油、青米这种甜的感觉都不会出来，所以我觉得青米这种最度红的甜米，应该是红乌龙青苔的特色嘞，对不对？很特别，很好喝。不是像爱用的茶，买种乌卡琼亚，它都是小家庭，可能就没办法是懂懂，没办法一次喝太多。古时候像爱用，迄讲爱买茶种也做得不用去救啊。一般的话，我们还是照规定会先跟客人说明一下，法规这个规定是2年。对，在未开封的状态之下是2年。那因为红乌龙茶它经过高温重烘焙过之后，它比其他茶种含水量降低很多，所以它又很像是可以当老茶这样放。但是我们还是尽量避免潮湿的地方跟阳光直射这样子。对，它的保存期限会因为我们
那个经过重烘焙过之后，因为你把时间拉长，而纯化会越来越好喝这样子。所以不用久的可能含有机会会有某种用的米西，大家做的去给它做实验看看，但是一定要在后给保存给反应，对不对？要一定要是一个干燥的环境啊，不要太高。空间真好了。按用给空间摄影棚，知道我们有专业厨师设备吗？对，专业空调设备。我哋咧工作室啊，我哋没有人去厝嘅。哦，真的呢，按用就做在不用动久啊，可能就会不用出某用嘅米西。较唔会做米啦。啊，唔会做米。韩国其实也没提供玉秀简专都你都要推动中按用嘅茶，其实你啲动作起就开始来做有机了，对不对？是就80年卡就去上课吼。讲民国80年哦。因为卡70年卡东有个杀草药的，对。啊都变到讲诶土地用因酸化去，啊酸化都东西又种无好，啊都咪个过量虫，然后农会因提供讲莫因杀草安尼，啊毋过都人工较。够辛苦啊，因为臭诶，还够冲诶，就会动到。臭啊！可是你可是就想到按用真做有机，有吃到都唔习惯嘛。较咩迄元素无啦啦，啊咪无啦，使药诶咩爱人工啊，啊都咪有看下等下尾从头有人种土啊。哦，迄因为啥农药种土哦？啊都咪就讲啊莫使药诶啊，啊毋过也。生产的个量减轻度，减少动度。啊，就都咪哪会做呢？就讲人啊讲诶，就做油漆的。不过我都唔晓写个，啊个轻度个资料会写，啊晓啥人都较买啊。古时候还晓来的就真的很天数诶。系啊，啊其真的我都较轻松，伊要写迄个字。在之前啊，有生产履历啦，哦，逐项都会一项，让人家有基础无好。按用嘟好，来也做呢老几天数，古时候就会按用哦，将有机会老呀，路亚嘅茶类做出某样嘅品牌，有新的用嘅哦。先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动动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真到福起来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同大家來分享也推動老爺嘅茶吼。剛下也玉秀姐有講到吼，頭擺係當久以前就聽啲阿公阿媽傾曬都推動來，啊開始來還有種茶，做茶開始做有機，啊輕鬆有嘅係也下來也咩介意嘅。其實因為頭擺啲台北沒有做其他嘅條路，然後就毅然決然決定回鄉跟媽媽窮下來做有機。是。你之前在台北這邊的銀行上班，對，就是從高中畢業上大學，一直待在台北到後來回大概12年左右，那就是也是考量說，一方面也是我建議家人做有機，那再加上有機很吃人力的部分，再加上媽媽講也唔會寫申請履歷的那些申請書啊，對，然後生產記錄啊這些等等，還有網絡電腦的操作，對，他們會比較學習上會比較辛苦一點，對，那對我們來講比較長、比較熟悉，那就回去幫忙。對，甚至這幾年自己也創立，跟太太創立了一個算是新品牌，子品牌就對了。對。子品牌做的推廣的東西跟原來的品牌有什麼不一樣？當然就是原本鹿鼎記的話，就是以有機健康為訴求。那但是它的比較算是缺點的部分，就是屬於末端售價比較偏高一點，因為它成本相對就比較高。那現在因為紅烏龍的興盛，所以我們會希望透過比較大眾都可以接受的狀態，去推廣紅烏龍給大家認識這麼多品種做成的紅烏龍。那也透過它來認識台東，那我們就創立一個新的品牌。那只要是檢驗合格的
就是不管是药检或者是健康的状态之下，我们就会推给消费者去认识跟饮用这样子。古时候就唔单像业务卡嘅茶，可能係口用都係推动路亚嘅好茶，人家就是同大家来推荐就错嘅。我们平常青农会交流，那大家有都生产到不错的好茶的话，好喝的红乌龙，我们就会去跟可能收购，或者说是好的原料，我们自己是制茶师，我们就收购原料来做这样子。那属于滴滴的像某 Q 用嘅课程的感觉，传统的品牌可能就会老客户啊，因为家的行业有他们的需求，然后黑商饮可能就会走比较新的，可以普罗大众大家都可以接受，不一定要喝的那么专业，但是把好的茶，你想要喝哪一种，任君选择，要中感高。对，而且糖跟我们胆酱茶听听，给我们应该还有带了很可爱的这个烘焙点心，爱芒生看过按的抽hình呢，这个是。面点类传统中式的面点，像包子、馒头类的东西，对不对？是加了一点茶粉进去。茶粉，因为琼雅，这是前一波也是五月节嘛，就是端午节嘛。那端午节就是用绿茶粉来做的粽子造型。对，做成粽叶的颜色。而且蛋糕还有带一条松，好可爱哦。对，底部有什么？有这是芋头馅的，好可爱哦！就是大家可能吃肉、吃油的、吃腻了的话，就可以参考这种馒头类，太可爱了吧？面食类的这样子。那芋头的话，我们也是减糖去制作，因为它本身甜度就有。对，那我们就比较除了吃到面团的面粉的香味之外，还有淡淡的芋头香。有，而且面皮跟部分可以很明显的吃到绿茶的香气。而且绿茶桶乌吃都很搭对，他们是很搭配的口味。其实茶本身就是跟很多面点或者是西式烘焙做一个搭配，对，会有去油解腻的那种口感的感觉。然后吃面点再来喝一杯茶，要比茶又同咸浅呢。刚刚讲跟红乌龙是不一样的茶。对，这个是什么？它其实是算是它东部很适合种植的一个茶种，叫大叶乌龙。它喝起来像是红茶。是，它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大叶乌龙的茶种，以全发酵的方式制作的红茶，对吗？对，还好吃货的招牌没有丢掉，非常的厉害，就是一喝就知道，这个是全发酵红茶。对，那它的特色在于，就是这个品种做出来的红茶，或者是有小绿叶产叮咬过的蜜香红茶，都会有一个特殊的香气。那它本身的茶种品种香，我个人喝起来的话，我会形容它是有一点点蜜兰花香的那种风味。花香有色豆，我就是刚刚一开始就是透过那个蜜香的味道去判断它比较接近红茶，对。那它跟红乌龙的话，那个感觉点差一点点，就是它的烘焙程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那个甜度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对。但反而是它的香气会比较明显。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茶真的是很有学问的一种东西，因为品种冇相用，做法冇相用，设起来的米系完全冇相用，就是很像。大色一比就会吃到每一杯都是惊喜的感觉，都不一样的味道，然后就做在对底度掏出你中意嘅没有一种品种，也还讲每天都可以换不一样的也可以，依照不同的心情。那唔单枪按钮，刚刚有时候懂电影想跟中嘅 Q 咪，还有一类这超可爱的，这个橘色的是甘美，是，对，那它的特色是听说可以剥皮，对，可以就是像一般的那个橘子一样。真的假的？可以，或者是直接对半剥也可以。可以耶，它皮可以单独被剥掉哎。对，就是里面一样会有那个橘子瓣的感觉。这就很像头白很喜欢吃那个寿桃的感觉，都会先剥皮。那皮是因为是染色的关系，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它真的设计成可以冲感妹用绑皮，然后就这样，还是有馅。这个里面这是馅吗？还是有口味的？没有，它应该是有加设计口味的，有一点设计口味面皮。对，就不是传统白面皮，它其实是3层。
就是里面的类似橘子果肉，然后跟中间那个一般橘子都有纤维啊，那个皮跟浓，对不对？对对。好厉害，是谁设计的？这我老婆做的。骄傲的嘞，懂风神哦。手艺真好。对，甘梅皮，然后浓，韩国又有甘梅给狗牛，这个全部设计在里面呢。那像都是可以吃的，都是可以吃的。然后这些就是等于说，都是在新的品牌里面。新的品牌叫什么名字？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品牌的话是叫生茶。生茶，对，跟深得人心那个的生同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取决于我们鹿野在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中间，那就是2座山的结合，那孕育出我们鹿野这个可以生产茶的茶区。对，那最主要的部分还是因为鹿鼎记这个母品牌，原始的品牌，对，然后让我们延伸出生茶这个新品牌。哦，然后推出这些很可爱的，包含那边有那个很可爱的绿色跟咖啡色的小馒头，这个小馒头听说是茶味比较重的。对，绿的话就是绿茶口味的，那咖啡色的话是用那个红乌龙去磨的茶粉去做的小馒头，一口小馒头。因为有时候大馒头的部分当然是可能，大家现在有时候可以把它当早餐但是就要一餐，没有办法当零嘴，这个就可以当零嘴。对。传统的白馒头可能就是或者是芋头馒头，就是早餐夹蛋。那可是有时候可能没办法吃那么多，那有时候像女孩子的话，下午茶点心也可以把这个拿来。就是咀嚼一下，而且就是热量比蛋糕少，因为它至少比较没有油脂啊，太多的甜分啊。我们顶多就是加水跟牛奶去做调和这样子。对，然后又轻扭气感给提升，你看把茶都直接融进去这个小馒头里面了。古手其实不管是妈妈的这个传统的品牌亚黑贡、亚 Kenvi 呀新的品牌。最近都有不同的行销活动，可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妈妈给贤公有这个市集的活动，对不对？哪个时间？我等农会吼，都也特别爱去有一个款的事件吼，推动世界铁花村有一个7月初1，喺下主頭啲推動鐵花村有市集的活動，大家做得去參加就了哦。鹿鼎記啊 ，Kenvi 呢 ？Kenvi 還有係咪啲台北有發通？有，我們在9月29、30跟10月1號在南港的瓶蓋工廠有一個茶語風格節，我們這邊的話會上來做這個紅烏龍的推廣跟介紹。對，那黑講天使機條件觀眾朋友想要啲命路風情到你啊，都要搜尋什麼關鍵字？也可以直接搜尋鹿鼎記或者是生茶。那我們的臉書都會放上相關的訊息，跟 IG 的部分都會有我們一些活動訊息跟茶知識跟一些我們的生活分享給大家，這樣子。冇唔錯，鼓手今日謝謝 Kenvi，謝謝玉秀姐當對推動錄下來哦，什麼嘢的哦。咩什麼天使機條件觀眾朋友嘅舒可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曲下來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天使機條件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簽讚，還個訂閱客家天使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